耶利米书17章第5节到第10节。第5节，上主讲：我靠世间人相信肉体的溃烂，心离开上主的人，这款人会受咒诅。因会亲像沙漠中的细丛树仔，幸福来的时看袂到；因会住伫焦燥的旷野，无人徛起的咸地。我靠上主专心信靠我的人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因亲像树栽伫水边，定紧伫溪水边，毋惊炎热，叶青翠无生，抗旱的时拢毋免挂虑，会不断结果子。人的心比什么拢较诡诈，无药通医，什么人捌会透？我上主捌人的心，查验人的心思，要照逐个人的所做报应因。